腓力对他说：“求主将饼献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腓力，我和你们同道怎有强固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饼。你怎么说将饼献给我们看呢？我到饼里面，饼到我里面，你不行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到我里面的饼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到饼里面，饼到我里面，只好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饼哪里去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饼因儿子的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饼，饼就令我赐给你们这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道，就是真理的下令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想与你们同道，也要到你们里面。這是基督的福音，讚美主，哈利路亞！